若准讲你介意阮的节目，欢迎订阅、起赞、甲分享出去哦。大家好，这是创三会艺术教室，我是阿翔。伫咧遮你会使听到热侪台语、艺术教育，还有训练的故事。今日咧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我最近想要做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我伫咧训练用艺术创业。就是讲，其实当下到训练用要2档啦，但是大概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拢是咧做一寡探索甲地方建立关联。所以你讲无认真趁钱嘛？我嘛做认真趁钱的，只是讲拢趁无足济，饲个我家己啦，但是我最近就发现一件代志是讲，我咧做的代志愈来愈侪人看到，也是有一寡人会甲我做认同我的想法，就是我会去接到一寡采访也是讲因为办展览嘛，办一寡活动，让一寡直接的回馈互我所以我就咧想讲，其实我本地拢是干那做家己有兴趣的，因为家己介意有兴趣，做了快乐，所以我才做。但是到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会使想一寡方式，会使甲我感觉最重要，而且大家嘛开始发现这件代志最重要的时阵，会变安怎用较有效的方式甲传出去所以这个就是互我开始去思考讲，我应该要开始建立家己的一个商业的事业体安尼啦所以其实我嘛伫今年的5、6月嘛去做营业的登记但营业登记印啊登了收到公文的时阵开始变做头家迄天迄心态真正是开始无共就是讲你会去想讲我即摆要做的代志拢爱去想着未来若是想着现在尔所以就是我想要开始来甲大家分享讲，我伫即个甲艺术变做创业变做一个事业体伊可能会发生啥物代志。虽然我即摆嘛毋是讲做了之后，也是讲做有经验，但是我想要透过即个主题来做一个记录就是大概拢用短的时间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心情啦所以大家就轻松听就好我嘛尽量较轻松来讲首先阮嘛是爱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啦因为我相信有真侪人嘛可能知影我咧做啥，但是毋是讲完全做了解就是到底创啥会咧创啥会创啥会是我的工作室的名称伊的华语写做创意的创口部那个啥货品的货这创啥会呢平常时伊主要若要用几个关键字来讲的话主要3个啦第一个就是艺术，第二个就是教育第三个是台语所以讲我做的代志基本上甲这3个关键字拢有关联的也是讲因会互相结合譬如讲我若去时代的据点去甲因创作，就是艺术嘛教育嘛台语嘛搁难袂哩，因为我拢用台语上课先煞甲因学台语也是讲用我伫我的即个教室遮大家即摆看到遮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室嘛是我办活动也是办一寡课程的所在我拢会去讲阮遮办的活动拢是台语优先的活动就是想要创造一个环境，是讲你来到遮来参加一寡艺文的活动的时阵，你嘛会使感受到讲，阮遮是对母语最优先的你来遮就算你无啥会晓讲台语，你嘛免感觉歹势因为我最近发现足侪人毋是袂晓讲台语，只是伊感觉伊讲了无好就渐渐愈来愈无讲所以我感觉先对一个优先的环境做起啦就是尽量有加开喙的机会用台语来做趣味的代志这个语言才活会落去啦所以创啥会咧做啥物咧就是平常时第一个就是做台语时代的艺术课程阮嘛会做团体未来豆咧规划做个人的就是会当去用艺术去陪伴可能家己伫咧厝的时代也是讲伫咧病院的时代
过来第二件代志是，阮有咧做婚礼的艺文活动，就是希望透过建立婚礼遮的一寡艺文的介意的人，咱有一寡连接的机会啦，也是讲会使做伙分享，做伙做一寡趣味的代志，甲艺术也是讲甲创作较有相关的上尾一个是做台语的推广，就是希望台语伫我做的活动，也是讲伫我发生的这个环境内面，伊会使自然的出现。好，过来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创啥会到底是啥物意思？这问题做人问过我啦，但是其实做直接的嘛，就是创啥会，你是咧创啥会？但是其实这每我当来婚礼创啥会才开始出现其实创啥会伫咧差不多算看卖2021年的时阵，所以到当差不多3档外，可能用要4档啊但是迄时阵我伫新竹咧做工课，工课嘛无几档啊，应该是第2档。其实都是有足侪诶想法，感觉无法度伫生活当中去达成。就是可能我有开始有一寡想要做创作的心情，但是因为我搁爱工课，我咧工课嘛毋是讲无介意，只是讲感觉敢若都拢是咧做别人交互我的代志尔，搁咧培养能力，培养经验，所以迄时阵较定会感觉足无力的，无力感，所以心中就定定头壳内底就定定有一个声音叫做我即摆到底创啥货？就是遮尔骨力，遮尔拍拼，但是得到啥物，家己嘛无啥清楚。但即摆等下看，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啦。所以其实创啥货对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我自我对话的一种精神。有一日我就感觉，毋知想到啥，我就想讲，创啥货的台文要哪写？我就去查字典，查才发现讲，原来台文是写做安尼，就我拄仔介绍嘛，创意的创，口部的啥，货品的货，所以这就拄啊好会使结合着我一直咧做的代志，就是艺术创作，创啥货，敢若有一种创造一点什么，的艺术，所以迄个当下我就有一个灵感，就是当我毋知要创啥货，当我毋知家己咧创啥货的时阵，这时阵安怎，就去做一寡代志。因为你若啥物拢无做，你想咧头壳内面，啥物都拢袂发生。所以这个精神就一直塞着我。我就迄阵就 Instagram 就开一个卖种页，都写做创啥货。内面就等一寡我平常教学啊、工课啊、生活的一寡新感想安尼。当时家己的自我对话啦。所以到当就是因为等下到婚礼遮，我开始要创家己的工作室，还是一寡要对我讲我是啥物款的单位的时阵，我就直接甲这个名摕来用。因为伊嘛拄啊好甲我咧做的代志做相关的，就是甲创作啊、甲艺术啊，因为伊个是台文，用台语发音，所以就搁甲我即摆咧做的台语推广做有相关联的。所以足侪人第一个时间看到，可能无法度马上了解，尤其伊内面即个台语的使用者的话，但是经过介绍伊就会感觉讲，其实即个名称甲我咧做，还是甲我咧想的代志是足合的，就是做结合做伙是足合理的啦，所以这就是创啥货的由来。伊即摆虽然是我工作室的名称，但是其实我咧想的是一个精神，创啥货精神，嘛分享大家，分享互大家。当你毋知咧创啥货时阵，你就去做一寡代志吧。林回阮才来小解讲我的 logo，我的 logo 是一只迄叫啥物安空鱼，还佫是嘛会使讲啥物？我家己是讲股仔灯鱼啦，灯笼鱼。为啥是灯笼鱼？林回再来甲大家小解。阮今日就先讲到遮咯。我是创啥货阿翔，咱后回再相会，再会。